不足。增减预算补助的工程小连续出包，伫新竹市的关部国小的停车场甲桃园杨梅区公所的新大楼，拢有地基铺较悬起来，地面无平的问题。汤市府就表示，这是地下水位比有古的更较悬，施工错误随处理造成的。目前因已经加编3000外万的预算，要来改善。也咧做最后的整理，杨梅区公所新区大楼主体结构，去年9月完工，今年1月景观甲地毛才完工，搁摕到使用执照。顶个月28点交予公所，按算10月初之启用。工程的态度看起来有袂少悬悬价价。还算好啦，我推小孩子出来散步都是还算平整。地板呢没有很平了，不会很多了，有一点点的，有时候脚走路啊，老人家有时候走路是会踢脚。超过60年，杨梅区公所因为老旧、耐震系数无够，2019年5月原地重启，7亿8416亿工程经费，前瞻预算补助2亿1373万，其他经费市政府负担。不过，去年8月卢比风台建筑物铺起个厝气上悬，升悬45公分。当初在做这个地下所谓探勘的时候，便宜行事，因为原来有旧的区公所在，没有做详实的探测。市府表示，建物铺起做显示，侦探报告无实在加固地下水位，施工阶段发现地下水位比原本估算的悬真多，却无及时补救。为改善问题，市府除了追加3680万预算补救，佮牺牲15个停车位灌浆增加载重，不过由于每年爱变的预算继续监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